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强烈风台凯米，暴风科啊是当咧甲咱规个台湾打掉咧。现主时到问仔载是这风雨上介强的时阵，大家千万都要注意安全。也若是这落雨情形，咱会当看到讲是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这中南部的雨势是比北部搁较强，请观众朋友就尽量莫出门。强烈风台凯米环流80，暴风圈打伫台湾各地风雨继续增强。气象署提醒，风台登陆进前受地形影响，路线可能出现偏激或者是挡塞。晚上8点到拜四透早，宜兰北花莲地区会受风台正中心强风大水雨影响。过去一段时间，台风它的路径并不是直线的运动，而是呈现有点摆荡的情形。尤其在过去2个小时，受到台湾地形影响，中心的位置有略微往南偏移，并且速度减慢的状况。民间天气公司分析，风台这时阵动向真关键，地流或者是挡塞，那雨季的风雨时间延长。风台过境牵动西南气流配合台湾地形体悬，会伫中南部山区带来真济雨量。进来了之后的话，也很有可能受到地形的影响，它的速度也会再慢一点点。所以说它整个拉长了之后，再加上它引进西南气流环流又够大，它跟台湾地形之间的交互作用够明显，这就会导致雨量的这个情况会更多。气象署将对全台各地发布大水雨特报，其中台中到屏东、宜兰、花莲等9县市拢有超大水雨发生的机会。中南部山区总雨量可能有1800毫米。经气象局长陈明典伫社群网站示警，伫台湾西南边延伸通过8所海峡有一条对流加旺盛的雨带，这是风台外围环流甲西南季风的复合带。当年莫拉克风台就是亲像这种的雨带，连续影响南部山区。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全台湾离风台上介近的，就是宜兰花莲。这花莲已经有未少所在出现灾情，大到登山着陆溪是有土石放落来，且目前是无法度过的。也若是台铁，目前嘛是全线停驶。花莲的好人车头的铁轨路是去互土石淹去。规大片土石崩塌，土门沟参土石规个平落来，车无法度通过。这是伫台九登山66公里的所在，强烈风台凯米扫入来，花莲二市真济所在灾情不断。台铁午后，全台湾对号列车、区间列车拢停开，花莲好人车站东西正线拢互土石砍去。秀林乡和平车站前监视器有翕到强风吹甲路边的树仔一直摇，还佫有一支监视器吹甲照涂骹。台泥工厂嘛传出灾情，厂区内树仔未堪咧强风倒几片。和平村嘛因为落大雨、雪大淹水，村民歹过日。警方嘛协助运送防台物资，提供泡面予已经铁穿的民众。和平村长下晡开车要去河中夫人部落，暗过强风大雨，差不多看无头前的路。到河中的时候，完全看不到路，所以我们在河中快到村庄的时候，我们就折返了。不要埋怨，这是上级的命令。秀林乡公所乡长一家一户要求秀林村民强制撤离去秀林国小段，边啊还有国军官兵陪同。图上兵推，或是说程序演练，等等，这个方式来执行。好，部分科目有做调整，将这个部分的人力转换成救灾，然后来完成机具的检诊之后，然后待命来实施救援。国军机动调整人力协助减压灾情，也加撤离乡民。典型国军永远是国人上坚强的靠山。雨愈暗愈大，也是有民众无愿意配合。秀林乡公所讲，有14个秀林乡民签设计书无愿意撤离。若是泰鲁阁国家公园还搁伫修复阶段，警方会同泰鲁阁工务段抢救人员，针对182.5公里过口，包括太管处、沙克淡、崩坑当兵，路封起来不准进入。12月底会局部开放游戏区114年，游戏区要全面开放。可是这次的台风风雨蛮大的，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变数。国人毋望泰鲁阁国家公园搁再开放，目前是规划年底12月开放部分游乐景点。不过，凯美风台带来真济大水雨，若造成灾情，恐惊都要延后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的风雨愈来愈强，这高雄凤山建国路是有树仔去互风扇倒去，缀着过路骑乌托摆的民众送病院又援救无转来。另外，这台南的中义国小外口，这路树嘛去互连根拔起来，去缀着2个骑机车的过路人。
国道3号新化路段，某一台车好惨受，是因为一阵风向先来，失去控制山并车。画面中路树豆豆起过，摔入去规丛倒落去，多一个骑机车人经过，摔去地条64岁女骑士当场失去喘气心跳，送医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回来。 Y 字形的树枝有没有压倒在那个路人行车的人上面？凤山分局埤顶派出所交通分队员警于现场进行交通疏导，路树已由公务局人员于现场清运中。 汽车密密麻麻，交局人员到现场清理倒去路树。代志发生在高雄凤山建国路一段，受开灭风台影响，致使高雄风雨愈来愈强，路树挡不掉，倒4、5丛，其中一丛佫造成这个不幸的意外。担心晚上风雨大时候，整排会倒下去，因为现在还有好几棵，现在都在晃动。 立场呼吁市府应该针对路树风台问题协调，防止悲剧发生。毋但高雄、台南、中期国小外边的路树也因为风雨连根挽起，倒向路口单车顶的2个骑机车人。现场民众赶紧协助2人脱困，好佳哉，虽然真惊吓，毋过无要紧。我两个带药我接个，头甲规身躯拢折条的。 消防人员围伫并轨车边设法，互民众脱困。风雨除了造成树仔倒去，伫国道3号台南新化路段，抑有修路车冲出边坎，并伫平面车道，查甫驾驶甲后座13岁查囝受困。不明原因自撞外侧护栏，冲下边坡肇事。本起事故造成少男及其女儿共2人受轻伤。感觉风足大的，怎降起来，所以听到嘣一声，风很大，没有雨啦。 民众怀疑是128强风后车失控，因为车体严重变形。消防人员真正来才救出父女2个人，好佳哉2人意识清楚，目前已经送医。事故原因，还佫等警方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也若是在交通方面，金门往回厦门转场的飞机是规工拢停飞，这桃园机场规工嘛取消200外航班。也若是陆地交通部分，台铁过道了后就全部拢停驶。 高铁过道了后是调整班表，本地车班拢总取消，改做是10点钟发3班，全部拢是自由座的列车。也若是台北捷运的文湖线，嘛伫咧下晡4点15分开始，因为风伤透停止营运。 台北捷运文湖线因为风速达到停开的标准，下晡4点15分开始暂停营运。其他路线爱看实际状况变动调整时间。台铁伫过道了后，全线拢已经停开。高铁是为中昼12点开始，为南北尾站每点钟各开3班全自由座列车，各站拢有停，一直到收班为止。原定是要坐3点的车，他现在就是变成说他。 改成20分钟一班嘛，那所以变成说我就是提早回南部。我们明天才走，然后就是所以过来看一看，就是明天去桃园的高铁站的那个班次会怎样？因为拄是休热旅游大月，桃园机场出国的旅客袂少，烦恼风台影响，真侪旅客透早就来报道等消息，冇人直接来改班机。爸爸妈妈有很担心台风吗？有，怕会停机。昨天为了飞机在发愁。我们明天早上航班被取消了，但是呢，因为行程很重要，还是得执行，所以我们就改成今天出发。桃园机场日时已经取消227班航班，佮加强车道铁架巡检、厝顶的固定。除了关景台暂停开放以外，一切营运正常，会看风速进行拔空桥。离岛交通部分，金门小三通客运规工停开，金门机场早起候补的人有200多人在等。就是7号以前的旅客在这里吗？因应强烈风台，公路局宣布已经成封16条道路，重点路段包括台北线关原到太鲁阁、台九线所有到中德，也甲宜兰县台东乡台七甲线部分路段，南投县仁爱乡甲信义乡原有道路封起来。另外，嘉义县阿里山乡台18线，也有高雄市桃园区部分路段拢已经封起来。呼吁用路人风台大雨期间，非必要唔通进入山区的道路。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开美，当伫咧咱台湾靠强风变大雨，伫咧咱南边的菲律宾灾情嘛真严重，大水雨甲水崩山，上无是造成12个人死亡。对这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有真侪所在，积水超过民众的脚头有遐尼悬。市民若是要去避难中心，就要行过亲像这款那亲像河川的街路。
除了大水，这山区冒水崩山的灾情，卢宋岛南部上无是已经有一个有心的妇人人，甲3个囡仔过身。对将凯比风台扫到菲律宾到呾，上无已经是有12个人过身。换来看美国政治消息，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36点钟就得到过半数的党代表的支持，要互伊参选总统。也若是24点钟内，就无着破1000万的竞选经费。这阵竟然是连民调的支持度变盘，就赢对手 Trump 2%。时阵贺锦丽是已经开始咧做事啊，所以甲伊家己过去做检察官的背景摕来甲去互刑事定罪 Trump 做比较。批评讲，这 Trump 是想要带国家行回头路。贺锦丽伫确定得到过半数党代表支持了后，23去摇摆州威斯康辛，对3000个支持者发表17分钟的演讲，表示若胜选，伊会采取行动扩大提囡仔管道，互劳工更较简单加入工会，去解决趁机暴力问题。Before I was elected vice president, before I was elected United States Senator, I was elected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I was a courtroom prosecutor before then. And in those roles, I took on perpetrators of all kinds. 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frau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拜登宣布退选，雄雄接手的贺锦丽团队24点钟之内就募集破纪录1000万美金竞选经费，其中62%的捐钱拢为第一摆捐钱选民来。路透社甲伊普索公司相信民调，贺锦丽44%的支持率领先共和党川普的42%。Today in Wisconsin and across America, we begin our next chapter, and it will be our best yet. Vice President Harris will beat Donald Trump and becom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川普是伫家己的社群媒体发文，指贺锦丽是史上上无受欢迎的美国副总统，佮攻击伊进前处理边境问题记录。另外，总统拜登23结束伫德拉华家己厝内新冠隔离，坐飞机登去华府。现场媒体依然关心伊的健康状况。Mr. President,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How are you feeling? 拜登伫会24暗时，伫白宫办公室对全国发表演讲，讨论未来发展甲要完成的工作。加工接去来访问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是纳坦雅胡伫10月7日香港事件了后第一场外国访问行程，被安排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不过拜登甲贺锦丽到时阵拢未参加。贺锦丽后面的讲法是已经排定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做事。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巴黎奥运就咧要开幕啊！顶礼拜数一个澳洲的女性伫咧巴黎向5个查甫性侵，警方是当咧追查。这澳洲的选手团知影这个消息了后，就随要求队员莫单独离开选手村。警方伫今仔日攀查可疑的查甫人，检查伊皮包内面的物件，尤其自这个观光景点嘛有真侪警力进驻。巴黎奥运拜5就要开幕啊，当地是真紧张。毋但是为反恐区伫重要街仔路设围篱，佮投入要5万的军警来维护治安。毋过当地20头早煞传出有一个25岁澳洲的查某人，伫红麻坊区附近的酒吧和club部咧啉酒，撮互5个查甫人对伫后壁轮流性侵害，结果受害者甲一间烘肉店喊救命。有看到民众讲，迄当阵查某人已经头壳无啥清楚，衫嘛拢破鼓鼓，店家个投报警察，查某人互送病院安置。警方当地找监视器画面，对集体性侵害方向去办。It sounds horrific. Obviously, our hearts go out to the woman involved, and we hope that she's being cared for and supported in the trauma that she's experienced. 澳洲选手代表团伫知影消息了后，是拢惊到，嘛随呼吁队员伫奥运比赛期间避免家己出门。We don't yet have any feedback from our athletes that they have felt unsafe
we are encourage them if they go out of the village not to go out on their own, not to wear team uniform, just to wear plain clothes. 佮毋若即件，顶个月2日，嘛有一个英国嘅查某人伫巴黎参加音乐节的时阵，受到集体性侵害。伊甲警方讲，一阵查甫人是先来含伊讲话，应该救走性侵害了后，佮家己手机摕走。警方到目前为止拢也未抓到嫌犯。一个月内就发生2件性暴力嘅事件，毋若互巴黎民众和游客拢是烦恼佮紧张，嘛互奥运还未开始就先有歹消息。 根据上新的气候观测记录，7月2日是全世界有天气记录以来上介热的一天。这代表的平均温度是来到17.09度。有专家就指出，过去的13个月，逐个月拢在打破过去的记录。所以讲，今年是真有可能会继续超过去年，变做有史以来上介热的一天。 民众提早咧设计电风是要较凉的，店头门口口安装喷雾设施想要降温。根据欧盟监测机构各万年气候变化服务，7月1日是全球有记录以来上热一天，全球平均地表气温达到17.09度，比去年7月小可悬0.01度。专家说进一步表示，这礼拜气温可能会超过这个纪录，因为热浪伫美国、欧洲甲俄罗斯等全球各地的均价。 Something we need to get used to because as the climate keep warming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ncreasing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atmosphere, we are bound to see new record being broken in the next few months, in the next few years. 去年7月初3到初6，因为气候变迁地区北半球出现的极端高温，连续4天打破纪录。虽然2日的气温只比去年小可悬一丝仔，专家医院指出，过去13个月纪录甲过去真无同，因为为去年6月了后，每个月拢被列入史上同期上热的月份，2024年有机会超过2023年，才做史上上热一年。 If the transition towards La Nina that has been largely anticipated, so the cooling down of the Pacific, were to be very large and very rapid, then there's still a chance for 2024 not to become the warmest on record. 气候变迁地区极端气温甲重大天灾一直发生，毋若维持的时间更较长，强度也更较大。全国际社会咧推动热能来减缓气温升高的幅度，使用化石燃料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油源豆豆咧增加。公视新闻杨干编辑。凯比风台加入台湾，全台湾明仔载拢停班停课。 会用到明仔载早起风雨上介大，去风台架就是要保护大家安全，呼吁民众无代志尽量莫出门。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再会。